港生活成本高，想退休自住難上車，港生物業幫到你。我哋為你篩選大灣區生活成本相宜、適合退休、度假、自住嘅地區，助你灣區成功置業。我哋更加會提供一條龍嘅服務，專車接送，帶你實地睇樓，提供專業嘅灣區樓盤分析，貼心置業服務，做你專屬嘅大灣區管家。大灣區安心置業，揾港生物業，快啲聯絡我哋啦！Hello， 大家好，我有港生物業嘅師姐啊，今日咧帶大家再次嚟到呢個學生市睇樓啦嚇。咁我哋咧今次帶大家再嚟訪咧就係呢個保利雲上嘅蝶墅啊嚇。咁之前都有好多客戶查詢啦，就話喂，師姐啊，諗住嚟緊咧都退休啦。咁之前咧喺香港咧就住喺人口密集嘅地方，地鐵上蓋係好方便，不過咧就樓對樓，而且咧就人煙稠密，好多人啊。退咗休之後咧，就想不如考慮下，喂，住翻啲有天有地有花園，或者係咧起碼舒服啲鳥語花香嘅地方。咁今日咧嚟到呢個保利雲上咧就啱晒你啦。好啦，睇片之前幫我點擊一下右上角嘅like， 並且咧 share 俾你嘅觀眾其他朋友仔啊。好啦，咁今日我哋嚟到睇呢套咧，就係保利雲上嘅上蝶蝶墅三個有字嘅蝶墅上蝶。今日睇呢套單位咧，就係165平嘅3房2廁嘅示範單位嚟嘅。蝶墅嚟講咧，跟得師姐睇樓多啦，有時有啲蝶墅咧就需要話，喂，師姐要行樓梯，大佬老咗行唔到喎，膝頭哥唔多行到。嚟到今日呢套蝶墅咧就唔使擔心啦，因為呢個蝶墅咧係有電梯嘅。我哋睇睇先，一出嚟大門口呢度咧，其實係有個電梯出入嘅。而且最重要就係電梯咧就係公家嘅設施嚟嘅，亦都唔擔心日後話樓齡老咗之後咧喂，又要有筆維修費，咁call 管理公司維修就得噶啦。一出到嚟我哋呢一度咧，就右手邊就係示範單位啦。隔離咧就賣咗噶啦。大家可以俾大家參考下呢個位置啦。譬如話亦都可以參考下佢咁樣，大家封咗個窗，咁門口呢個位置又可以用埋啦。變相嚟講咧，又增加咗個實用面積啦嘛，係咪？出到嚟呢個位置咧，亦都係啱啱好似旁邊咁樣啦，可以封咗窗佢，然之後咧呢一度做翻一個自己嘅小花園，種下綠植甚至乎你話有時喂出街有啲買餸車BB 車旅行車都可以暫存喺呢一度，多個空間使用咁樣嚇。我哋入到嚟呢個室內空間睇睇先。示範單位165平方2層3房2廁嘅嚇。我哋入到嚟啦，首先左手邊呢度咧就有個樓梯上2層，我哋一陣帶大家睇下先。我哋睇咗呢一層首層先，入到嚟呢一度啦嚇。客飯廳相連嘅單位後邊兩邊咧亦都有一個通風採光嘅窗啦因為呢個示範單位係單邊嘅，所以亦都會多咗一啲窗戶喺度飯廳位置咧見到都好闊落後邊咧就做翻一個廚房啦，U 型嘅廚房。內望翻咧就係內園嘅位置，見到咧通風採光，一大扇窗，嗰個廚房喺度一路工作嘅時候就望翻去內園。出翻嚟呢個飯廳嘅時候咧，我哋會見到個飯廳嘅開間咧4米半啦，非常之闊落中間再放一個大茶几咁樣都可以招呼好多十幾人嘅親朋好友咧過嚟探訪你咧都冇問題絕對唔失禮。我哋睇翻出邊上碟嚟講咧，就有個陽台嘅位置啦陽台嘅位置見到示範單位放翻一個洗衣機啦呢度亦都有足夠嘅空間咧，譬如話放翻一啲嘅雜物或者喺度晾衫曬衫咁樣示範單位呢度咧位於內園位置，就係咧望翻去呢個內園錯開少少咧，我哋亦都望到一啲綠植嘅。
咁啊嚟到碟睡啦嚇，咁有啲觀眾朋友就擔心，咦咁啊上到嚟會唔會有時有啲老人家過嚟探訪嘅時候，喂下行樓梯行唔到啊咁樣，唔使擔心，呢一度咧首層亦都會有翻個大嘅房間啦，或者可以作為客房啦。咁呢度亦都有翻個乾濕分離嘅洗手間嚇，唔需要爬上爬落。首層咧，呢個客房位置亦都叫老人房啦嚇，我哋叫嚇咁亦都可以三邊落床，四正足夠嘅空間走動啊！床尾位置咧仲可以做翻一啲梳妝台啊嚇。好啦，嚟到呢個碟睡嘅2層啦，咁我帶大家繼續睇下呢一層嘅2個房間先。咁首先一上到嚟啦，右手邊會有個乾濕分離嘅洗手間啦。旁邊咧會另外有一個嘅細路仔房啦嚇，見到細路仔房其實佢都係求其擺啲家具，但係你見到咧嗰個空間咧係好闊落嘅，可以譬如話其實呢度佢擺咗一張細路仔嘅床啦，但係其實佢足夠位置可以放到一張雙人床，三邊落床都冇問題啊。同埋咧嗰個窗戶啦，見到咧亦都係一大扇窗啦嚇，好採光度充足㗎嚇。好啦，轉過嚟我哋睇下呢個大臥室套間係嘅設計係點啦。入到嚟啦，首先係有一個嘅 king size 嘅床，兩邊咧仲可以做到一個三邊落床之餘擺埋床頭櫃，足夠空間收納啊！並且咧床尾咧可以誇張到咧，其實可以擺埋張梳化兼梳妝台，或者有時咧有啲朋友咧唔夠收納空間嘅，呢度做一排嘅衣櫃兼衣帽間都冇問題啊嚇！咁啊，呢一邊咧大套間咧，亦都係帶有一個嘅陽台位置啦。咁啊變咗可以咧，亦都喺度出去唞氣啊，望下星空。因為呢度咧，我哋咧就係頂層嘅位置啦。咁亦都可以咧，夜晚可以觀下星啊嚇，亦都係直接喺個房間度咧外望一下呢個明月亮都冇問題啊！通常大家買得碟睡別墅啦，當然渴求一個香港好罕有嘅設施就係呢個 walk-in closet 啦。咁我哋呢度咧有個大嘅衣帽間啊，咁呢度可以做到一整排嘅衣帽間加個梳妝台，係咪好正呢？入到嚟呢個主人房啦，最勁咧就係佢嗰個主人套廁啦。除咗有呢個企缸之外咧，參考翻酒店嘅設計，仲有埋呢個泡泡廁。咁喺香港咧做嘢做到攰一攰咧，最啱就係翻嚟唞一唞舒服一下啦嚇。咁呢度咧除咗有企缸之外咧，亦都有可以做埋一個泡泡浴咁嘅設計啦。轉過嚟呢個衣帽間之外咧，仲可以有一個走動空間，可以咧呢一邊仲有一個大陽台嘅。咁呢一度咧我亦都見過有啲客戶朋友咧封埋佢，做埋一個嘅房間設計，變咗又多一個客房，又或者咧呢一度咧可以做翻一個戶外嘅泡池都唔錯噶。下碟咧就賣花園，上碟咧當然就係我哋睇睇佢嘅大陽台啦嚇。咁上到嚟呢個戶外陽台啦，見到個空間咧哇非常之充足。呢邊咧就做咗一個大吧台啦可以譬如話係作為燒烤啊，招呼親朋好友。另外一邊咧亦都可以作為收納啊，或者係觀星甚至乎咧喺度咧即係飲下咖啡啊曬下衫啊。咁呢度咧亦都有充足個空間啊，所以話咧，如果係買套上碟嘅話咧，咁而家最平咧，只係低至100零萬咧就有交易啦。
好啦，啱啱帶大家睇完呢個165平嘅保利雲上上碟，係咪好中意呢？贈送面積又多，實用空間亦都非常之廣闊啊！咁唔好以為咧好貴喎，而家最近咧保利雲上亦都推行呢個大減價，咁而家部分碟稅咧低至20零萬咧就可以上到車噶啦。如果各位想上過了解更加多嘅話咧，歡迎你聯絡我港生物業嘅師姐，立即睇樓啊！我嘅 WhatsApp 號碼係區號85260633155，又或者可以掃描一下畫面上面嘅 WeChat，甚至乎咧可以直接喺條片下邊留言俾我都得㗎。